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标出甲大门的锁换掉，唔互管理资料馆10外档有济心血拢藏伫咧内底。教授张良德入去，今仔日张教授参加一场学术检讨会，面对媒体采访，伊表示讲明仔载就做一遍讲好清楚。 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的争议事件，昨消息一传出来，文学界真侪人出面赞声。张良德初十出席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会，讲到换锁事件，伊是感觉真委屈。郑老师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委屈，被学校这样？那当然了，当然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讲，我今天的讲稿也没有，就被锁在我 办公室里面没有办法拿，没有办法拿不到。1月5号，因为学校放假已经过了，我以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有客人要来参观，也不能进去。我带着客人，结果这个门是锁的。 大仙伫网络顶替张良德出声的真恩威研讨会，拄好甲张良德共场。面对媒体访问，伊表示张良德教授原本一直阻挡伊公开这件代志。对他当初一直阻止我，他是怕伤害到学校啊，然后也怕，尤其怕伤害到台文系啊，所以后来我是觉得肖胖这样子在无预警下就直接2度换锁。 我只是帮他抱不平而已。针对校方发表的声明，张良德教授的学生嘛捌和老师做回整理大本馆资料的蔡成汉同学无法度认同。现主是即马的这个状况，就是讲你甲名义上的负责人锁伫门外口，你讲你要搬点，安尼我就唔知影讲这搬点是要为倒开始，要安怎搬点？这种行为我是感觉真无迄个社会做代志的观念啦。 真理大学校长陈其明昨落南表示，要甲张良德教授面对面沟通。不过，伫台北有公开演讲行程的张良德讲，拢无接到校方电话。针对这件事件详细交代，明仔载下晡2点会伫台南公开对外说明。外界有任何问题，伊嘛做一摆回应。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林伟婷综合报道。